頭髮雖然自古俾人叫做三千煩惱絲，但要留住佢一啲都唔容易。唔同年齡、唔同性別都可能喺某個時間面對脫髮問題，可能係壓力、荷爾蒙變化、遺傳，甚至係日常護理不足。喺生活壓力數一數二嘅香港，出街望一望，其實都好易見到，不論男女，佢哋嘅髮際線、頭頂都慢慢有啲變化，而我亦都係其中之一。我雖然未至於係 M 字額，但係頭頂都漸見稀疏。近呢幾年頻繁出鏡嘅時候，其實都頗為尷尬，要成日麻煩 camman 同事去就個鏡頭角度啦。基於家族遺傳，上兩代嘅長輩前車可鑑，我都好清楚，如果坐視不理，問題只會越嚟越嚴重嘅啫。咁啱今次就有機會試到呢一款由知名韓國醫學級美容科技品牌 Min 推出嘅 iHair， 我二話不說，梗係要親自試一試啦。生髮頭盔坊間都有好多類似產品推出嘅，不過呢一款 Min iHair 就係一款通過美國 FDA 認證，並且有韓國大學醫院臨床實驗支持嘅醫療級家用頭盔嚟㗎。如果你嘅毛囊仲未壞死，堅持使用就可以做到防脫、強髮，甚至係重生嘅效果㗎啦。打開個盒，你會見到主機、充電座、遙控器同埋使用指南。整體設計非常簡潔，重量都只係得550克。佢採用符合頭型嘅人體工學設計，戴喺頭上完全唔會覺得肩頸有負擔。日常戴住嚟做其他嘢，基本上都冇咩問題嘅。咁 Min iHair 嘅先進技術使用上又有冇咩複雜嘅地方呢？其實都真係非常簡單直接嘅啫。為咗照顧男女唔同程度嘅脫髮情況， Min iHair 提供咗5種治療模式。只需要接上已經插好電嘅遙控，戴起 iHair， 揀翻對應性別同脫髮類型嘅掣，就可以開始療程。全程完全唔需要面對複雜嘅參數設定。每隔一日戴住佢20到25分鐘，過程裡面冇熱能、冇疼痛。佢嘅生髮功能已經通過美國 FDA 認證，係一款真正具備國際醫療級標準嘅家用生髮設備。過程當中所用嘅亦都係低於5 mW 輸出嘅低能量雷射，安全穩定，仲肯定唔會傷頭皮添。數據當然亮眼啦，使用上亦都非常方便。但係生髮設備最重要嘅，始終係要見到效果啊！睇到呢條片嘅時候，我已經親身試用咗大約10個星期。喺呢段時間，我跟足指示，每隔一日就用 iHair 一次。而家可以清楚見到，之前脫髮比較明顯，會見得到頭皮嘅位置，頭髮都變得濃密咗，整體感覺厚實翻好多。而要見到我呢一個效果，都只不過係經過官方建議會見到效果嘅最短時間。喺韓國2間大型大學醫院，總共60位男女受試者嘅16星期臨床試驗入面， Min iHair 嘅成果就非常亮眼，平均髮量增加44.18條。平均髮絲厚度增加7.5微米，每平方厘米嘅平均頭髮密度就提升41.9條。呢啲數字就係實實在在嘅醫學數據。之所以可以咁有效果，全因為 Min iHair 配備21粒655納米雷射珠以及30粒 LED 光珠。655納米係生髮雷射嘅黃金波長，可以最有效咁俾毛囊細胞線粒體吸收，激活細胞能量代謝，改善因為 DHT 而導致營養供應不足嘅脫髮問題，促進頭髮生長週期。而 LED 光珠就促進頭皮血液循環，令更多氧氣同營養輸送到毛囊，支援細胞運作。呢一種雷射加 LED 嘅混合設計，正正就係上面臨床試驗裏面使用嘅頭盔組合。而除咗生髮 ，iHair 另一個功能就係可以幫你強髮啊，令頭髮變得更加粗壯，唔易塌，造型比以前更加立體持久。既然咁有效，一定有人會問啦，咁我密密用係咪會更加快見效呢？咁雖然 Min iHair 嘅燈數同埋雷射加 LED 嘅組合係安全又有效嘅設計，仲經過醫學臨床實證添，但即使係官方嘅臨床試驗，都只係設定為隔日使用，都唔建議過量過度咁去使用嘅。其實脫髮好多時候喺你覺得仲未算好嚴重嗰陣，就已經開始咗。
唔理佢嘅話，脫髮問題就更加只會越嚟越嚴重。到無浪壞死嘅時候就已經太遲㗎啦。所以救髮就一定要喺問題未變得嚴重之前開始。iHair 最少提供咗一個非藥物、非手術嘅安全有效方案，而且一部嘅價錢絕對唔算昂貴，相對其他療程性價比已經好高添啦。如果你都好似我咁有類似嘅問題，真係不妨一試。無論係想拯救脫髮定係防患於未然，都有一定嘅幫助㗎。唔知大家睇完我嘅親身示範，會唔會對 Mint iHair 嘅功能更加有信心呢？又或者你有咩獨門嘅秘方可以幫大家生多啲頭髮呢？歡迎喺留言度同大家交流一下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就不妨留低你個 like。我哋未來都會繼續帶嚟唔同嘅 gadget 試玩同埋價格資訊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就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再撳埋隔離個鐘仔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